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的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到海星星，天地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神灵自由运行无止境。一山到海星星，天地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将显明，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我们将一切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咱来举咱第二节，咱要来学罗主。咱同齐来领受这节经节，哥罗西书3章16节，就互基督的道理，伫特有的智慧充满伫你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三架时、三口课，对稳定伫心内来学罗上帝。那这咱这条咱来吟这首，我要唱歌来学罗。我要唱歌来学罗，学罗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罗，学罗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罗，学罗上帝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罗，学罗耶稣尊贵的名。咱心情快点，当前好啊！休息完才睡来，咱辛苦兄弟在左右在一条东西之外，一心是个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罗，学罗心心亲切的听，我要唱歌来学罗，学罗心心管理的名，我要唱歌来学罗。我落三位一切兄弟，我要唱歌来学罗，我落专业的弟兄弟，对你出来的所在，比较你来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有丰盛的主爱，有信息个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对你出来的所在。你出来的所在，你到你来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有丰盛的主爱，你有信息个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哈利路亚！阿妹，哈利路亚！你有要唱歌无人知无？阿妹，阿妹，上帝的听实在真奇妙。咱搁来接受第3节的经文吼。来诗篇143篇第10节，你是我的上帝，求你教示我行你的旨，你的心是好，求你带我伫平顶的地。咱即只咱来吟这首，为这个土地，阮诚心祈祷。为这个土地，阮诚心祈祷。万处的经历，那更传递变旧。这个城市，
下去，完全被困救。愿主赐我命，互阮屈着地球。愿全能的白上帝，你先国降临。愿所有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的白上帝，你旨意的声，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为这个土地，我深深祈祷。咱用祈祷的心来愿主的真理，那更传地遍照。甲上帝祈祷，为这个社区，我强被困救。愿主赐我命，互阮过着地球。愿全能的白上帝，你先国降临。愿所有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的白上帝，你旨意的声，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愿全能的白上帝，愿全能的白上帝，你先国降临。愿所有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的白上帝，你旨意的声，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的心学落你的圣尊名，因为阮一切恩典拢是对你来。你医好阮心灵的丧伤甲悲伤，救阮脱离一切歹甲凶恶。天离规地有偌尼悬，你的慈爱对阮敬畏你的人来讲也是安尼。你通过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死，予阮会当得到信，甲予阮做你的囝儿的身份的恩典。你阁赏赐信心作为阮的保惠师，甲是阮爱结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甲准赞，作为这信心的结子。爱照你的话来行，是阮，这是阮一生追求的目标。愿你的旨意伫正，互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阿门。敬虔拜了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好，再请坐。
耶和华啊，求你因为我的对敌，凭你的公义带我，互你的路伫我的面前正直，因为因喙无老实，因的心恶毒满满，因的牙喉是开开的无，因用喙贴味人。上帝啊，求你定因的罪，互因对家己的计谋跋倒。因的罪过真济，愿你将因赶出，因为因背叛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起立来唱圣诗，阿罗上帝。成圣诗298首，快乐快乐。愿来敬拜，咱今转手。请坐。这是咱阿头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按路听我求叫你的声，因为我向你祈祷。阮感谢你伫阮生命中所显现的恩典甲慈爱。你是和平的灵君，你所赏赐的平安，超越所有的一切。主上帝，伫个10多年前，建于来到一间教会，我伫遮听到夫妇团契因伫遐彼此分享，我听到因拢伫咧讲。上帝听你，耶稣听你，阮兄弟姊妹嘛听你。可是这10多年来，建有伫遮所听到的、所拄到的，却毋是安尼，是充满多的陷害、诱拐、淫欲，以及着多的欺骗，
啊甲有做为了权利来陷害厝边。主上帝，阮知伫咧即个世界有真侪纷争甲混乱，常常互人感觉惊吓甲失望。毋过，你用你的听，赐下一道明亮的光线，伫个黑暗中的所在，互阮看见你的荣耀甲真理。愿阮学你的样式，彼此相听，活出基督的生命。你有教示阮爱听你的道，但是阮却无行你的道。耶和华，审判正百姓。耶和华，求你判断我，照我的义，甲我心内的正直。愿歹人的歹到遮煞，义人你互伊徛在，因为公义的上帝监察人的心肠。愿赐平安的主甲阮同在，愿一切荣耀归乎主。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刷只启门，启门伫新信息后壁面1107页。启门6节，哥林多前书13。现着我来启，大家来应。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的信息甲文字，我若有教育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忍耐是宽容。有忍耐就袂有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生气，袂爱不义，忍耐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罪。忍耐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不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模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罪、安尼、信、盼望、忍耐，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忍耐。刷一是圣歌队献诗，今仔日所要献的是你扶持我。
关注扶持我。这时，咱请起立，咱做念新的诫命。请你着真心真心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听出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呢三听。恁若三听，真人要为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下面是上帝的话，咱即时来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自旧约撒母耳记的第6章17到22节。撒母耳记第6章17节，上帝话安尼讲：因赶耶和华的规律去，伫伊的所在，就是大卫所为伊搭的布棚。大卫伫耶和华的面前献烧祭甲谢恩祭。大卫献烧祭甲谢恩祭，明白就用万军耶和华的名，甲百姓祝福。各地遮个众百姓，就是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分互因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干饼。众百姓就去，逐人都去因的厝。大卫都去要互伊的家眷祝福。扫罗的查某囝米甲出来迎接大卫，讲：以色列王今仔日有偌大荣光啊！今仔日裸体伫人神的女婢面前，亲像一个无下落、无为见笑裸体一样。大卫甲米甲讲：这是伫耶和华的面前。伊经我搬过你的老爸甲伊的全家，设立我做耶和华的百姓以色列的君王。所以，我要伫耶和华的面前跳舞。我要比这个搁较粗俗，家己看做美前你所讲遐个女婢，我要受因尊重以上。说这是国成牧师的感动，今仔日所要讲的是领受喜乐的祝福。我将时间交予国成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最近天气真热，大家爱注意家己的身体，注意补充水分。嘛，愿上帝使阮帮助咱伫热天炎热的热天。感受到咱对福音、对宣教的热情，咱同心来祈祷。主，你听阮，敬送阮诚侪你的囝儿女，嘛，互阮来到教会三甲组织来敬拜。主，互阮诚侪互阮的礼拜诚侪芳芳的节，互主你欢喜。嘛，愿上帝你喜乐你的疼，伫阮的教会，互阮的兄弟姊妹充满你的稳定甲疼痛。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知大卫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伫今仔日的经节伫撒母耳下卷，咱有看到咧迎接约柜的时所发生的事，就是大卫真欢喜来敬拜俄勒。大卫嘛是一个等待的人，因为大卫嘛真希望会当见长，但是伫这个等待的过程，伊并毋是啥物拢袂当做，伊有替见长
来准备建堂的建筑物，包括遮个香柏木、遮个香碧茶，以及对黎巴嫩遐个所在所运来的建材，来准备互所罗门来建堂。总是伫起造圣殿的时，大卫是真热心但是伊却无法度来建堂，因为上帝讲你的手害人流真侪人的血，所以无适合建堂。所以若无适合建堂要安怎？所以大卫只有将这个任务来交互下一任的王，就是伊的囝所罗门来建堂。真侪圣经的人物伫等待过程中间来经历着信心。这是伫患难的中间，嘛是伫困苦的中间，嘛是伫逐样的处境的中间来经历信心。所以伫患难危急的中间，咱看到拿阿咧等待未来的雨水，互人啼笑，甚至互人讲伊是一个戆人，甚至伊是伫咧山顶咧坐船。当伊坐大只船的时阵，这个人行过安怎？一定会甲伊啼笑。一定甲伊讲，你是毋是空的，还是头壳歹去的人？但是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伊敢有惊这个事？伊游玩伫山顶来起坐大船，而且照上帝命令来带这个动物，有公的，有母的，有一只的，嘛有7只的。愿上帝想帮助咱，加力等待了40年，才进入了应允的地。加力是一个有信心的勇士，伫真正的时，伊甲约书亚做伙真正，总是伊无讨功劳，伊无讨这个功劳，伊将这个领导的权柄来降服伫约书亚的下面，因为这是摩西所交托的接班人。加勒嘛是一个勇士，等伊到80多岁，才提出这个要求，讲这个地应该是属于我的，这个福气应该是属于我的。你别甲未生要安怎？嘛是等到20年才有怀孕生囝。雅各搁等7年才带伊上届意爱的某拉结。西面等到最后，佮见到耶稣的面，伊讲：我一生无啥物种的遗憾，我已经见到主所拣选的，已经见到主的面，所以耐心的听候，最后拢有得到回报。所以耐心是爱有长久的耐力吼。大卫嘛是一个听候的人，大卫嘛等真久，才会当来做王。当然，这等待过程的中间，伊做有真侪代志，包括迄个扫罗王来甲伊追杀，包括伊真正会当杀死扫罗，总是讲这是上帝所拣选的王。袂当借着我的手，甲伊害死。所以大卫虽然互撒母耳哥抹真做王，但是伊这个等待过程的中间是充满真侪的故事。对撒母耳记上卷甲下卷，咱拢会当看到。今仔日会经在，互咱看到大卫伊登基做以色列王。这个时阵有约柜，但是还未有圣殿。这个时阵有王宫，但是还无有圣殿。所以伊伫这个环境的中间，伊凭着信心来讹了上帝，来讹了主。以斯拉的赞美诗集有一首歌叫做《5万的路》。这首5万的路，甲咱讲到任何的环境拢毋免惊吓，全能的上帝会保护咱，嘛会保护你甲我，毋免惊吓，毋免摇掣，因为全能的上帝会保护你。虽然有软弱、软正无助的时，全能的上帝会看顾你；人生的波浪临到的时，上帝会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石盘；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5万；主，你是我的溃烂，因为主，你是我永远的上帝。所以，伫迎接约柜的时，有发生这个事，因为米迦伊的某无欢喜，来大卫王来甲伊指责。甚至来甲伊责备，大卫要转去厝，甲这个伊的家属祝福。扫罗查某囝米迦出来迎旨的时阵，来讲：以色列王，你今仔日哪会伫正女婢的面前安尼做一个王，怎样互看轻？但是大卫讲：
我是欢喜敬拜而乐，我是欢喜主的约柜，我是欢喜主的同在。咱知影约柜是上帝同在的记号，甲一个真重要的物件。因为约柜陪伴因出埃及，约柜伫旷野的中间，约柜放伫会幕的内面，诚做摩西要亲近上帝的时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约柜进入到迦南地时，约柜迄样抢去，迄个这迦南人抢去了，放伫这大君神的庙的内面。过工安怎？这生命的头拢落地。所以因看着讲，哇，这约柜遮尔啊神圣，遮尔啊有能力，所以甲约柜佮送转去互犹太人。当犹太人接到约柜的时，这约柜就是上帝同在，上帝甲因做伙的一个真重要的信物。总是犹太人亡国了后，约柜走去对，约柜对着圣殿，是毋是互火烧掉去？所以伫耶稣的时代，虽然有圣殿，但是安那早就无约柜啊！约柜放伫对，约柜早就无啊！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圣殿有伊的时代，约柜嘛有伊的时代，但是咱爱知影讲，上帝安怎永远存在，永远甲咱同在。虽然无圣殿，虽然无约柜的今仔日，主永远甲咱同在。所以伫耶稣的时代，虽然有圣殿无约柜，但是百姓永远到伫圣殿咧敬拜上帝。但是到伫主后70年，罗马军队攻破耶路撒冷。最后放火烧圣城，最后只有剩即个西边西面的这道墙叫做苦墙。犹太人即马拢会去迄个苦墙伫遐来敬拜，伫遐来亲近上帝，也是伫遐祈祷。所以犹太人罗马帝国统治了后，真侪人死散。所以真侪时阵，咱爱照着听候来经历信心。约瑟嘛同款，约瑟受了，约瑟互受卖到伫埃及了后，毋是无代志通做，伊替人解梦，嘛希望无赖，最后伫监狱的内面，最后等着机会才做着埃及的宰相。天后毋是啥物代志拢袂当做，天后是要互咱经历上帝。对于大笔来讲，咱看到伊虽然无法度起圣殿。总是以身做，来替圣殿来准备这个物件，是因为伊敬畏上帝，伊知影讲，这约柜需要一个圣殿来成做百姓敬拜的中心。今仔日咱无圣殿，咱无约柜，但是咱有啥物会？咱有教会，敢是？所以愿咱的教会，甲咱正兄弟姊妹做伙相合来起着上帝的荣光。互咱的教会伫遮成做即个社区的阳光，圣神同在，圣神会成做咱的帮赞，成做咱喜乐的源头。虽然牧师要离任，总是安怎？我相信圣神会接手，上帝会接手，耶稣基督伫即个所在接手。咱爱做伙甲咱的长子做伙同心合意，来确定咱教会的境界。虽然这是一个暂时，嘛是一个天候。嘛会当经历到咱的信心的考验，愿主帮咱有喜乐的敬拜，才会当有这个喜乐的源头；有信心，才会当来学乐上帝，来荣光上帝。无论伫什么种的任何的环境，即届去底选总共有6个人，一天当做3天用。你讲你回来，你看到伊喜乐的面，喜乐的面嘛，带着。小可疲倦疲倦的脸孔，一天当3天用。但是伫遐虽然真忝，但是安怎？大家人拢有笑容，敢是？不你注意看，福春在哪里？福春在外面。你看丽娟的脸，你看你在那边8天，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每一天一大早起来，拖着疲惫的身体，去到伫礼拜堂。甲他开始敬拜，你就欢喜，就体力开始临到心上。虽然到伫迄个庄卡的所在，
虽然真野生，但是去讲传福音的时，是充满喜乐的脚步。虽然看到这个人拢毋知要怎甲伊讲啥但是阮的同工伊会适时伊会等待机会来帮助阮。阮嘛真做伊的帮助，伊嘛真做阮的帮助。安尼就是一个互相配搭的一个团队。虽然阮是伫遐短3工会做伙会服侍甲侍奉，但是阮嘛看到伫庄卡的教会的牧师替阮的效劳，甲阮再出再入帮阮有一日帮阮准备中昼看到牧师娘去买青的鱼伫遐咧煮看到这个少年人甲伊斗3工最后阮伫遐有做伙三到用餐。虽然是真简单的一顿但是是教会为阮准备，我嘛伫遐欢喜来领受。所以伫遐这8天的行程，拢互阮带着即个喜乐转来到伫台湾，搁再一次互车肯转来咱的教会来继续侍奉，互咱的侍奉有经历无共款的经验。愿主想帮助咱，互咱的教会真做上帝祝福的教会。我的丈人甲丈母，我甲我讲过一句话，讲这个代志你毋免烦恼，不管我大生离开世间也好，也是这大生离开世间也好，伊拢有做好的准备，互阮伫牧会顶面无任何的操烦。哇，这句话就互阮会当放心伫教会做服侍、做侍奉。但是咱会知影讲一年一年咧过，遮尔紧。我摕5年前我去底选的相片，即届是第9届，安尼就有第8届甲第7届，敢毋是？我就看我2019年第8届的相片，哇，迄是5年前的代志。最近我就开始回顾讲，我5年前做甚物代志？我5年前甲上做伙伫底选做底选的事，所以5年过了真紧。但是这句话嘛，互阮真大的体验，会当伫教会来侍奉、来服侍，有经历着侪侪思考。林牧师伫读国中的时阵，伊读音乐班音乐班若开学了，伊就爱离开家庭，到伫热热寒才有转来到厝。当然伊礼拜六、礼拜日一定会转来教会服侍啦这是看到伊国中、高中拢读音乐班。到大学，到伫台北读册，新学院7年，总共侍奉28年，甲厝的人离多聚少啦离开的时间真多，自执的时间真少。然后看到时代已经差不多拢82岁、83岁，忽然间岁月真的是不饶人，我也觉得我的头发越来越少真正我看到我2019年的相片，我的相片佮球毛安尼安尼碰5年了，看到我头毛安尼塌的所以岁月真的是不饶人，咱来把握机会来做侍奉的工我相信阮的里里嘛带着恁的祝福。天塌下来，你有没有可能是第一个被压到的人？不会是第一个被压到的人，所以除非你跑到那个喜马拉雅山去。除非你爬到世界上界悬的悬山，安尼才会迄个天地来。所以天总是放落来，你嘛袂第一个迄个地着，天嘛袂放落来，因为主永远甲咱同在。我相信咱的教会拄着大的事，嘛会当互咱做伙来经验上帝。所以咱爱常常甲主互相三角的连结所以伫耶稣的时代，咱看到虽然无圣殿虽然有圣殿无约柜，总是咱看到因嘛悠然敬畏上帝。如今咱无圣殿嘛无约柜，但是咱的教会每一间教会真做学了上帝的教会。甲阮做伙服侍的这17位、18位的少年人，我看到因真正是活力非常的有活力。我拄着阮这3个老伙阮这3个会当做因的大兄，做因的大姐。但是因这17个27岁，有的27岁，有的28岁，有的32岁、33岁、34岁
总是就是大学毕业到伫34岁即个阶段17个人看到因咧唱圣诗，哇，很有活力诶，因唱圣诗，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佮拍谱安尼，佮迄种诶音乐，哇，毋是咱张乐教咧唱，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因是安尼唱。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虽然伫世间，若准伫天，佮拍谱17、8个伫遐，因要用即条诗歌，伫礼拜日聚会时阵献互因伫遐底选的教会。当然，迄个礼拜日台湾的东港就无伫当地教会聚会，因为我来提早登去首尔的三一教会。看到因17、8个，迄3天就利用机会伫遐咧锻炼，伫遐咧锻炼，伫遐咧锻炼。看到这17、8岁的，看到这17、8个少年家，有的是咧找头路，一个查某囡仔一个女的底选对我讲，你做啥物工作？我3年真歹势，我咧找头路，我都毋敢甲伊问，我讲上帝祝福你，会当找到更较好的工作，有的是打结婚，新婚没多久。有的是准备要结婚，有的是准备要去留学，有的是准备要去工作。这17、8个可以斗做伙来去庄开的所在去传福音，所以真侪问题透过甲因沟通人脉，每一个人的身躯顶面拢有伊的故事。有一个女的今日无来，毋知影走去佗，暗时去走转，暗时去向阳出现，因为安怎？伊转去上班，迄天伊无请假，伊转去上班，上了去走来，暗时去走来，因为讲我袂放心我其他的队员，所以伊礼拜六去走转来，伊礼拜六礼拜5透早转去上班，然后上班了去坐火车来，我实在足感动的，愿上帝使用帮助咱，透过这个事奉嘛，互阮足多的经历，足多的经历，虽然阮这3个拢是老伙但是真感谢主。咱中间还有一个美丽姐美丽姐讲要底选，其实我会小可烦恼呢。68岁，我讲你实在够勇敢，我拢毋敢甲伊讲会发生啥物代志。只有交托上帝，只有讲阮6个准备的是做伙三角祈祷，因为实在是早起暗困真感谢主伊去的所在伊甲遐老人传福音。手甲伊抹咧，迄个老人煞哭出来啦，这美丽就甲伊揽的，甲伊祈祷，用中文甲伊祈祷，用咱的语言甲伊祈祷，迄个姊妹安尼感动甲所以老人对老人传福音，嘛会产生故事出来呢。我想这会成做美丽一个真好人生的一个经验。所以底选会发生啥物代志，无人会当去甲伊限制。嘛，无人会当讲你会拄着什么代志，所以我伫底选的中间，宣教师甲阮讲一句话：如果你若无食着海产，你就无爱去传福音嘛。因为阮已经事先知影讲，迄是一个港口，已经加减的食着海产啦，即个真正有食着啦，对所以讲你若无食着海产，你就无爱去传福音嘛。但是我毋知影另外一队因拄着啥物种的情形，因为甲阮无共款。阮的教会是分做2队啦，分做无代无志，佮甲阮拆做2队，足侪教会拢嘛甲拆做2队、3队，我就问其他教会其他教会拢准备做好的节目啦，咱教会嘛准备做好的节目，本地要跳3只小猪6个人，结果跳2组就无法度跳无法度跳要安怎？加在就是咱有准备，准备第2。准备手语歌啦，有手语3只小猪，还有准备其他的节目，安尼随时都要派上用场。所以这底选嘛考验每一间教会邻居的反应有的教会10几个人10个人我讲恁教会要安怎？就只好拆开就只好想办法啦，无要安怎所以虽然伫遐有足侪经历，嘛会当诚做互阮真好的帮助。咱确定咱教会的境界，就爱互人诚做咱教会，诚做咱的好朋友。
对好朋友到底好有好的牧者即种的关系。阮伫遐传福音嘛，看到讲，其实教会爱伫遐做好的即个朋友，甲学校甲厝边、甲机构有好的连结。所以即届发起去到即个老社区的活动中心，十几个老人，当然迄个透早我无伫的是胡春甲丽娟因两个做主要的成员所以伫遐看到教会伫遐会当真做迄个社区的祝福，所以天放落来，一个拢袂当减，所以望咱兄弟姊妹，咱一个人拢袂当离开教会，咱常常甲主连结，甲教会连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要真做传福音的肢体。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领受这个权柄，亲像马太福音所甲咱讲，耶稣将天顶地的权柄赏赐互咱去来领受百姓，来做伊的门徒。这是主互咱的大使命。对今仔日来看，咱要安怎来领受这个喜乐？伫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有喜乐，伫做事工的顶面内面有喜乐。我伫咧这3天，我伫咧想讲，为什么马街伫咱台湾遮尔久的时间，一定是有喜乐，无因若要留遮久，伊较要待伫即个咱台湾即个土地，死伫遮，待伫遮。伊一定伫遮，伫传福音的时，伊有拄着喜乐的事，有艰苦的事，嘛有喜乐的事，嘛有真侪无顺利的事，但是一定伊掠喜乐、服侍、侍奉，做伊人生上界要紧，上界要紧的事。所以愿上帝想帮助咱。宣教师所甲咱留落即届三句话对我真大的领受，就是无保留，无论内，不退缩，无遗憾，不保留，不退缩，不遗憾。马坚有遗憾吗？我相信伊的性命伫遮，无任何的遗憾，无任何的遗憾。伊甚至嘛无啥物种的保留。所以咱咧讲马街宣教的精神，就是安那，宁可烧尽，不愿锈坏；宁可烧尽无愿意伫遐放伫遐，互伊生鲜，互伊伫遐落漆，互伊伫遐朽烂。所以对一个咱要做事工的人，咱嘛爱有即种的拍算，无保留，无退缩，无遗憾。所以咱看到今仔日的经节，大笔伫遐跳舞跳到非常的欢喜，跳到非常讲忘我的境界啦，到已经袂记得我是甚物人迄种的境界。所以一种无保留、无遗憾、无论内，完全无保留，就是要互上帝。所以咱看到大笔一生的中间，伊所想要起圣殿，就是要为上帝来起做一座圣殿。我想伊做王的时阵嘛，无任何的保留，伊无退缩，因为伊是一个将军，伊是一个带领士兵去烧战的人。伊捌伫扫罗王的门下做一个小小的兵士，带领士兵去战争。伊是一个牧羊的人，伊细汉捌饲过羊，伊知影讲要安怎，互这羊只会当得到更较好的照顾。愿上帝帮助咱，互咱透过大笔的事来学习，互咱知影讲，咱所信的是上帝，是永远活、永远活、永远存在的。当咱咧祈祷的时阵，咱阿门，阿门，毋是靠着咱家己，是靠着上帝，是靠着主伫即个中间，咱做伙阿门，毋是靠着咱家己阿门，是靠着咱家己。是主甲咱做伙三角同在，三角地地。愿咱会当真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伫喜乐的内面来领受侪侪上帝互咱。虽然阮伫遐8天足忝的，但是安那带着喜乐回来。愿主想帮助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听堂的主，我来感谢你，
因为阮受你拣选，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领受主你互阮无相款，伫阮的生命、人生的意义，会当为着主你来做工，互阮用喜乐的心来服侍侍奉，嘛互阮用欢喜的心来参与敬拜，参与所有的事，愿主你帮助阮，互阮亲像大笔一样，当约柜兄姊约柜的时，伊欢喜，伊毋若是欢喜唱歌，佮欢喜跳舞，伊欢喜到伊袂记得家己是一个王的身份。有时阮受拣选，阮诚做你的儿女，阮爱欢喜，因为阮是上帝的囝儿，阮有基督的权柄，阮有主你对主你来，互阮会稳定甲疼痛。阮是属主你的囝儿，伫阮的生命内面所活对，比世上一切搁较有规律，搁较有能力。愿主你来更新阮，借着欢喜，借着喜乐，互阮的生命成做无相款的人。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回应诗301首，万人学乐，耶稣尊名，请起立，咱吟全首。这是奉献，请书献的同工准备。
请起立。这是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旧部下面撒母耳记的第6章18节，请咱念一遍，请代表献烧罪甲社分罪，民币就用万军耶和华的名，甲百姓祝福。所接是报告甲新的朋友，介绍新的朋友。今仔日刚好新的朋友来甲咱无吼，安尼我来做简单的报告。本会消息吼，头一件，咱已经拢知影吼，咱两位牧师有即个生涯的规划，甲着家庭的安排，所以因要来受聘伫咧台中牧会。伫咧即件代志，伫咧咱7月初的时，正如甲大家共款，雄雄听到即个消息，所以在座兄弟姊妹，足侪人拢才感觉是毋是足戆影？我向讲袂出哦。其实我甲大家共款，伫咱大家甲伫顶悬伫甲林牧师郭成伫咧下面的时，我相信大家拢介意真好的互动啦吼，因为伤心的话我较袂晓讲。所以当伊这牧师要离开的时，我为后壁行来伫咧伊的头前，我无语问苍天，你知影？我毋知要甲讲啥，嘿，我握着伊的手，我流出我的目屎。真毋甘啦，因为毕竟牧师来咱遮4年外，咱对因的疼，伊对咱的疼，我看拢是咧大家心目中，我甲大家共款。既然咱拢知影牧师要来去甲台中教会咱后壁的路咧，咱要安怎？咱的牧师，咱爱紧聘请牧师哦。聘请牧师，我个人的感觉，毋是交互小会。等下我才讲，嘛毋是交互中职，交互啥？交互咱全体的会友，因为咱拢共同伫咧管理即间会友，无管理即间教会。小会是咱用选票。投互因选因出来，所以因伫理咱的教会。但是咱拢知影，咱罗州教会真趣味，小会总是3票对2票，迄2票安怎举手都举袂赢。所以毋茫，咱即时会当请到代志长老赶紧来招聘咱的即个聘牧小组。互咱的教会明天会更好，这是我建议个人的想法，甲大家报告一下。当然，咱伫遮祝福牧师因去台中牧会一切顺利。第2项年度的查销，伫咧主日礼拜结束了后，本会财务组举行2024年下半年度销目的检查。第3，8月初4联合礼拜是本会庆典礼主日，请大家备办心。第4项，
咱伫遮已经宣传足久啊，教会伫咧招募音控的同工，有兴趣的请一个干事来报名。日后会举行着音控的训练。第5项，拜三暗时的查经祈祷会，大家兄弟姊妹有闲的，尽量会当拨时间来读上帝的话语。第6项，会计报告，请兄弟咱大家看。团契消息，上年团契伫咧后礼拜举行7月份的例会，邀请上年团契的兄弟姊妹做伙来组织。后礼拜主理是黄龙珍长老所要讲的主题是学习耶稣。具体相通的部分，请兄弟咱大家共同为着因来祈祷。教界消息第1条8月初3有一个演讲，性骚扰的议题，这个议题确实真重要，所以有用的咱会当去听。地点伫咧顶悬，咱家己看。教界消息的第2项，咱请在座兄弟姊妹有缘是家己来，家己来看，家己来注意。下面的报告，甲遮，昨有一兄弟在甲我讲，看会当互伊一点时间无？伊想要分享一下，伫咧遮吼，你敢有要起来？有无？无吼，好，伊无要起来吼，安尼咱就下面的时间，牧师有补充无？等下咱伫外口吼，遐有一盒的汤啊，大家出去了，将拢摕一块，食了会有三仔开，上帝祝福大家，食汤食甜甜吼，明年，来，要变诗391首，乌老天顶主宰，请起立，咱吟全首。煞者，则请国成牧师来为咱教会来祝祷。咱唱2摆吼。天主宰，创造地对高山，高万民，万能的保地，让心摩罗兄弟，摩罗三位的被惊醒。搁一摆哈。做来领受上帝赐福，愿平安的上帝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伫上帝甲伊的囝，咱的主耶稣基督，用伊的疼来赐福咱。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点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伫地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得到避讳。